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民生無小事，你我齊關心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最近好多人討論嘅最低工資加1蚊，但標準工時同飯鐘錢依然遙遙無期。究竟呢個加幅係咪真係幫到基層？香港又可唔可以參考內地嘅工時制度？我哋一齊講下最低工資加1蚊。由42.1加到43.1，政府已經正式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，最低工資將由每小時42.1元加到43.1元，加幅大約2.38%。呢個一年一檢制度係第一次運作，委員會話係根據方程式計算，希望做到防止工資過低，又唔會令低薪工種大量流失。同時保持香港競爭力，聽落好似好合理，但問題係1蚊對基層嚟講係咪真係有咁？巧合地，澳門最近都將最低工資由34元加到35元，但兩地情況完全唔同。香港大部分工種時薪本身已經50至60元，最低工資只係保障最底層，對大部分打工仔實際影響唔大。澳門呢？好多企業真係用最低工資請外勞，外勞月薪7000至8000已經算高。內地好多地方月入2000至3000個，所以大量內地人願意付介紹費去澳門做外勞。結果係澳門本地人工資被壓低，競爭力反而下降。香港雖然冇咁極端，但都值得留意。香港人嘅工時係全球最長之一，好多行業每日返10幾個鐘。加埋交通，返到屋企瞓覺都唔夠，有錢都冇時間使過。而標準工時同飯鐘錢討論咗10幾年，但依然無影無聲無進展。內地勞動法寫得好清楚，每日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，加班要有加班費，企業唔可以無限 OT。呢套制度至少保障到工作與生活平衡、家庭時間、員工身心健康。香港可唔可以參考？其實唔係做唔到，只係冇人肯推。香港而家最大問題係工時過長、乞衣壓力大、消費意欲低、經濟唔活躍。如果工時合理、收入穩定、有家庭時間、有休息、有生活，咁先會敢消費、敢生仔、敢投資自己，整體經濟先會喐得起。最低工資加1蚊只係象徵性一步，真正要做嘅係制度改革。最低工資加1蚊係好事，但唔夠。香港要真正改善打工仔生活，標準工時、飯鐘錢、加班制度、家庭友善政策，全部都係必須面對嘅議題。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、comment，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下集再見。